大家好啊，歡迎收睇贏馬強心針啊！今日係7月7號，嚟緊帶俾大家兩場7月8號嘅精選賽馬貼士。咁啊嚟緊呢就係聽日跑馬地 B 跑道啦。咁啊照舊，我哋睇一睇咧上次我哋俾貼士嘅結果先，交俾你啊強哥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哋睇翻上次我哋提供嘅貼士先啦。首先第3場我哋提供1號、12號、4號、6號、8號，咁結果跑出嚟係3號、11號、12號、1號，咁我哋係第3、第4名嘅。另一場第10場，咁我哋貼6號、4號、1號、7號、3號，咁結果跑出嚟係7號、6號、12號、1號，咁就有翻條 Q 嘅。係啦，咁啊幫到手嘅話咧，記得咧訂閱我哋、like 我哋啊、subscribe 埋我哋，多謝晒。好，咁我哋依家睇下7月8號跑馬地夜馬 B 跑道賽事啊。第一場即選，首先係第3場4班1000米嘅賽事。咁我哋睇下步速如何先啦。呢場會放頭前速最快嘅馬應該係10號飛來霸啦。咁另外馬運高都有啲前速嘅。據凌晨就呢兩場都曾經試過放頭啦。另外有前速嘅馬應該係出閘特別快嘅美麗登場啦。咁天火同人外檔就要睇下當日嘅際遇如何啦。咁預計呢場步速起碼有正常或者會偏快嘅。好，咁我哋揀馬。第3場第一隻揀嘅馬係4號美麗登場。3歲馬持續進步中啦。試閘睇佢咧按住都自動湧上嚟。今次再對翻紅桃新星啊、天火同人呢啲馬嘅。上次咧佢就輸半個霸位俾紅桃新星啦，咁今次副榜有6磅嘅差距，有力反先㗎。第一隻揀咗佢先啦。第二隻要揀嘅馬係8號天火同人，今季季初咧49分就贏過同程嘅，咁依家評分相若啦，再用埋個可以減7磅嘅黃寶嚟，8歲嘅老馬肯定就唔會保留㗎啦。隻馬今季咧都非常準成，長期都有獎金收㗎。咁今次偉達馬房成手馬放晒喺度，呢隻一定要揀埋㗎。第三隻要揀嘅馬係10號飛來霸，今次轉翻嚟跑馬地跑，咁隻馬咧休息咗，今次休息咗夠1個月先至再跑，咁儲咗少少新鮮感啦。換翻爺馬拍檔艾少禮上去跑，好幸運咁抽到個2檔咯。隻馬前速好快㗎，今場估計可以守到好位跑，咁佢亦都可以放頭跑嘅，形勢有利嘅，要揀埋。第4隻要揀嘅馬係1號紅桃新星，上次爺馬加咗6分啦，咁但係今次就要孭翻133磅嚟跑，神操呢狀態見佢仲 keep 到嘅，繼續用翻爺馬配搭，今場對手都唔算太強嘅，咁應該喺前列翻到嚟嘅。最後一隻要揀嘅馬係9號傑信仔。呢隻馬咧轉咗倉去黎超星馬房嗰度，轉咗去今次第一次初出嘅啫。咁馬匹嘅體重咧就增加咗40磅。見佢試咗貨1200米嘅沙田泥閘咧，隻馬咧喺馬群中間穿插上嚟，跑咗個第3。咁試閘嘅表現係唔錯嘅。今次排12檔，隻馬之前又冇任何績，咁今場一定係大冷門嚟㗎啦。但係今場應該會有足夠嘅步速俾佢後上嘅，咁佢鏟入一直一啲都唔奇㗎，大冷腳拖住佢啦。好，我哋重複一次，第3場要揀嘅馬係4號美麗登場、8號天火同人、10號飛來霸、1號紅桃新星同埋9號嘅傑信仔。另一場嘅精選貼士係第5場4班1200米嘅賽事。好，咁我哋睇下呢場步速會如何先啦。有前速最快嘅應該係巴閉王啦。咁路勁跑開1000米，前速應該都會夠嘅。寶城至好放唔放得出就唔一定㗎呢隻。聖多多可以前置啦。咁基本上步速預計會係正常啦。好，咁我哋揀馬。首先第一隻揀嘅馬係9號志合柏。依家嘅評分咧回落到48分，低過之前贏馬嘅時候3分㗎啦已經。咁近幾場咧都喺前列翻到嚟。證明依家嘅評分都已經係好有利㗎啦。今季未交代嘅馬，又係成哥嘅爭冠階段，咁佢一定會搏俾你睇啦。第一隻揀佢先啦。
第二隻要揀嘅馬係3號巴閉王，隻馬咧就仲係處女馬，但係咧就好準嘅，經常都跑到有位置，前速咧快㗎，呢隻應該係呢場最快嘅前速馬嚟㗎。咁預計佢有機會係單騎放到頭啦。咁如果當日場地咧利放嘅話咧，對佢就更加有利啦。臨場利放，win 埋都唔出奇㗎。第三隻要揀嘅馬係6號聖多多，咁隻馬跑1200米咧就好準嘅，每次都有一段俾你睇下啦。依家嘅評分咧其實就冇乜優勢㗎啦，但係潘頓都仲肯騎佢，咁相信呢隻馬今次唔會太熱，拖住佢啦。第四隻要揀嘅馬係2號路路勁，咁今季全部都跑1000米嘅賽事啦，今次就增程200。今季喺3班咧跑1000米曾經入過 Q， 咁所以後邊嗰幾場都俾到好大同景人哋啦，啲飛亦都熱啦。但係幾場冇乜表現之後咧，呢場增程上嚟1200，估計就唔會過分熱門㗎啦。上次跑4班亦都喺前列翻到嚟，咁反映到佢4班有輕微嘅優勢啦。今次換翻個大師傅上去，田泰安喺度捽下，可能會有意外驚喜都唔定㗎。最後一隻要揀嘅馬係12號環圖，評分減到落43分。近兩場1000米賽事咧都會追翻一段俾你睇嘅，咁隻馬喺4班應該有足夠能力去取勝嘅。咁如果當日場地係你追嘅話，呢隻馬就更加着數啦。到時睇場地而決定去買 Q 啊，定係還是拖腳啦。好，咁我哋重複一次，第5場要揀嘅馬係9號志合柏、3號巴閉王、6號聖多多、2號路路徑同埋12號嘅環圖。好，咁啊，今日係咁多啦，記得中意我哋嘅片咧 ，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我哋，同埋俾多啲咧有鼓勵性嘅留言我哋啦，咁我哋可以繼續努力去做一啲冇廣告嘅片俾大家繼續睇嘅。咁祝大家好運，拜拜。